欢迎大家耳恭台语，大家一起学台语。江老师您好，老师好。大家好，大家空中大家午安。好，我们这周要谈到台湾的水果，大家有没有觉得住在台湾是很幸福的？一年四季的水果都好吃，好大颗哦，好甜哦。对，没错，台湾水果真的好吃。幸福台语安那讲老师？幸福，幸福，住在台湾足幸福的。嘿，可以这样子吗？哎呀，住在台湾最幸福的，因为一年四季都有果子通好吃。一年四季，清泉听懂吗？是一年四季吗？对，都有水果可以吃。嘿，老师教我们水果怎么说？果子，果子。老师，我还听过叫做水果。对，然后水果是叫华语来接翻，但咱一般来讲果子，接翻的意思说从华语直接翻出来叫做水果。对，但是如果要正确说法叫做果子，果子，果子，不是果子啦，果子，果子，嘿，果子，嘿，果水子，果子，嘿，果子，对吗？老师？对，果子，对，嘿，对，果子，果你也子。该念迄个中的音吼，中音的时阵变果子，就是咱咧食的乌果子同款。所以咱来读关音。瓜子，嘿，果子，嘿，果子。嘿，所以我买果子，甲买果子。哦，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要买水果，跟我去买瓜子的无同啊。对对对，嘿，两个音要共，嘿，好，调无共俩。那一年四季啊，有不同水果吗？像春夏秋冬啊，水果都不同。像现在是冬天的阶段，冬天啊，就是好多水果出来，比如说橘子、柳丁，还有番茄、莲雾。老师，那第一个是橘子，橘子台语怎么说呢？橘子叫做柑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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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橘子是柑嘛，但是柳丁呢？柳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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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番茄好像发音很像橘子一样。迄个柑嘛蜜，柑嘛蜜，柑嘛蜜。嘿，伊个后壁一个蜜就对啊，柑嘛蜜，所以橘子是柑嘛，橘子是柑嘛，对，番茄叫做柑嘛蜜，嘿，柑嘛蜜，好，柑嘛蜜，柑嘛蜜，嘿，对。像台湾的莲雾也很好吃诶。迄话这两个发音吼，一个叫莲雾，一个叫莲雾，莲雾，莲雾，嘿，那一个莲雾，莲雾，对。所以这两个音拢会使啊！我要来买莲雾，我要来买莲雾。我来买莲雾，是我去买水果，我去买莲雾。嘿，我要去买水果，我要买莲雾啊，莲雾。那莲雾内底咱再讲有迄个乌珍珠的、乌酸椒的。黑珍珠、乌酸椒啊，乌酸椒，我们就听不懂哦。黑钻石，钻椒就是你的男朋友要送给你一颗戒指，但是没有钻石。老师，我知道了啦。下一次如果是要过生日的时候，就是要跟老公或者跟老婆说，我要送给你一颗一粒个大粒的钻椒。嘿，酸椒，但是咱一般讲酸啦。酸啊，酸椒，酸啊，就会使啊。酸啊，酸椒，就是去买一颗大的莲雾啊，钻石莲雾要送给老婆，老婆就很开心的。好，谢谢，这个也是送钻石，但是对，又甜啊，那就甜进去，嘴巴会变甜的。对，老师还有一种水果是释迦。老师，那释迦台语怎么说呢？释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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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释迦。释迦，伊粒水果的形状，就是像咱的佛祖释迦的头同款吼。佛祖的头，佛祖的是佛祖的头目，对不对？对，嘿。说到水果，我们每天都知道水果，所以姐妹都常常去菜市场买水果。老师，就是如果说现在我想去买水果，那台语怎么说呢？我即马要去买水果，我即马要去买果子。我即马要去买水果，水果。我即马要去买果子。
对，我感觉用水果可能大家靠路随听随比较容易听，常常听对不？水果嘿，去买水果，去买水果，去买水果爱问老板。老板，我要买水果。老师，老板，我要买水果，要怎么说？头家，我要买水果。头家，我要买水果。这个水果怎么卖？这个水果安那算？这个水果安那算？安那卖？安那卖？嘿，安那卖，我看较接近华语，安那较近。这水果安怎卖？这个水果安怎卖？老师，我还听到那个老板他说，刚刚来说你爱啥，你买啥？那是不是问我们说你要买什么？对啊，你要什么，你买什么，对不对？嘿，这意思是安尼对。敢袂当做我买这，我要买这，我买就是我去买，如果不会讲国语都讲台语的阿嬷，那我就指定，比如说本来我说我买这，那安怎买，安怎买，安就好啊。或是阿姨，这个偌济？这个偌济？这个偌济？这个安那卖？有当会算粒的，有当会算重量的。这安那算？这安那算，安那卖就好啊。因为咱也唔知影，有的是有当称斤的，有当是算几粒的，因为无共款吼。称斤的，就是称斤的。称重的就对了。安那卖就怎么卖？有的算粒颗粒的就粒的，算粒的。就一颗多少呢？是一颗多少是？对啊，一粒偌济？一粒偌济为一竿嘛，为一竿就是一串，一粒偌济？所以就是一粒多少？对，你得互伊头家家己用啊。你安尼有够无？安尼有够无？安尼好，我就买这就好啊。一斤偌济？有咱嘛毋知一斤是，因为你若大粒的时阵，迄可能一粒就几啊斤啊，那细粒的可能要几啊粒到一斤嘛。好。安尼就是一斤偌济，一粒偌济，这安那卖？这安那卖就好啊。这安那算？对，这安那算？怎么卖怎么算啊？这偌济？偌济钱？我这都学的很多的。安那卖，安那算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，有没有做笔记记好了呢？好，我们今天台语到这，感谢老师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您，我们下周再会。